好，来继续来看交通部推出着春季旅游的补助，南投县搁再加码。第一波4月初1开始，平常时到南投县佚佗，除了观光局补助的500块之外，县政府加码，搁送你1250块的好耍卡，会当来拄南投县内各大景点的门票甲消费。第二波是到直接去住民宿，这500块的住宿费，搁外加500块的消费券。这2届的补助若拢摕有着，安尼到南投去佚佗，上最会当省2750块。南投日月潭风景真水，溪头空气真好。春季到南投游览，若有交通部的观光局的大个补助500块，南投县政府要搁补助。我想要来南投的景点玩。对啊，因为他现在有补助这个活动，促进我们去在地消费啊，然后也可以我们去住宿也会更加便宜，我觉得是相当不错。南投县政府讲，头一波是4月7日开始，平常时到南投县去佚佗，观光局补助大个500块，县政府会搁送价值1250块的好耍卡，会使拄南投县内各大景点的门票甲消费。第二波4月11日到入选全台湾经典首镇之一的集集镇去住民宿，会使赎500块，以及还有一个500块的电子消费的拍折券，加来去南投佚佗会使省2750块。电子消费可以可以搭船，可以买伴手礼，可以到观光工厂等等，各地的消费都可以。交通部观光局补助春季的旅游，南投县政府先发出要搁加码，希望讲会使吸引观光客来提升南投的观光。